头！里面有人闹事儿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里面有人闹事儿。哦，还敢不敢去商场搞什么暗访？于世彤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于世彤，您先不要激动，我就是于世彤，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说。这个臭小子也去了。罗健，你赶紧去看看去。啊，先去。你就是于世彤。还我血汗钱！老先生，你先冷静点。冷静！冷静！怎么冷静？石头！段飞，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吗？你好，请问你是病人家属吗？哦，我是。哎，病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病人没事儿，他只是皮外伤，但是他非要跟一个叫做张福顺的住在同一个病房。张福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是。喂，秦雪。喂，石头，段飞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已经没什么事儿了。好，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晨你要跟我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我们不能再拖延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明天过去。一定要来公司啊！明天见。今天上午11时，中年男子张某在红顶旗下大型商场与跳楼闹事未遂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发回的画面。徐乐海，你马上准备一份张福顺的材料递给我，要完整的。还有，给段飞也发一份。好。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忙帮你叫护士？
哪位病人需要帮助？哦，你帮我解开吧。不行，如果现在剪开绷带的话，你的伤口会发炎的。不会发炎的，赶紧的，难受死了。今天就是收获天，我也不给你剪开。你不剪我自己剪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老实躺着。老实。哎呀，我想上厕所。好，我给你把裤钉的吊带剪开。好。不用挂在上面，但是绷带是肯定不能拆的，不然的话，伤口感染了，容易好受。谢谢啊。谁啊？老大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怎么样，老大？挺好的。死婆婆，我跟你说，待会儿我给你开车，不你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楼下保安跟我说什么吗？怪我了。小九，没事，你们聊。不是老大，你给我老大给我平不起锅，他什么人呢？你招揽就不能。别吵了，你后面藏的是什么呀？快拿出来。啊，你最爱的棒棒糖。怎么样？你贴心吗？这是，老大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喜欢吗？这不也是棒棒糖吗？棒棒糖怎么了？挺好看的。好看，要我说你们就没有新意，都什么呀？老大，这个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这个好吧？我也觉得这个好。来，果果，马季，怎么没有我的？对不起，老大，商店买2送1，只有3瓶。医生说了，你不能喝酒，要不然你闻闻。行了，闻闻。来，庆祝老大光荣负伤出院，干杯！小九，来一杯吧。好香。果果，马季，